琼西就春意3年，娘难以用差两家天，师母苦悲戚，姊妹各分离，来世已心命，要讲从前意。出力，搁出力，行个就要讲出来咧。我来的去唐山做生意，心求杀气爱灵魂，顺利关灯爱出世，心里真是超凡又欢喜呀！啊，叫嘿！哼，一心一意就想爱难顺呢。那咩人用地姜子嘅艰苦啊！从周顺讲到临安头啊，我个金顺玉顺要含忙讲出来咧。5年姜子啊，就像鸡嘛，生鸡卵，哪有几艰苦啊？无良心嘛！夫人家姜子啊，迄啲变上变死呢。像你讲啊，变会过鸡就香，变唔过啊就死地表。照人哋嘅风俗，那姜到顺呢，就去骗人家，拿伊嘅法盾转来服用，等到2人身临状态了后，再配做夫妻。那姜顺啊，就送人做法盾细心球，推人传宗接代。在太夫人家俩做的结合2片家畜的势力，那些穷苦人家又做的上家中，免聘礼不卡，又有一个50钱的小奴婢，做得实在。个再讲啊，我的剑心球，从细学到大，也比较较孝顺，较踏实。唉，只不过啊，夫人家万方有天有人。不由己，实在是悲哀哟！天公巴掌唔会管你也得夫人家嘅言谈咧。来，管家来拜神明，求祖先恕难等，崔香言，希望家门。拜菩萨，求佛陀。难得传香风，不讲拜富婆，看清人莫差错啊！江南顺太天河，反正你个风乱道。江顺台前波，留在身边家运婆。做夫南顺大金锁，万年富贵笑呵呵。孙子能做法盾，3夜送人。像你这个叛徒的，爱嘅孙呢出世了！皮死来呀，还是什么呀？假讲啊，姜太子行喺里面话。哟，小云啊，你阿弟弟拜到姜子系么？还管嫁出来？对，用许多呀，夫人，应该对你下个。千金，哎呦，是什么呀？赔钱火了。汉一家都是得被汉有一家出力啦！哈，汉一家送上两凤台，还有江南人嘅机会。哎呦，主公主婆啊，你哋有灵有现哦，都是给咱一听会谁来的哟？错啊，过年过节咱们有3生4个好享受了。讲出来了。
无腔面，也落妹嘅面。台基，阿姐嘅台基啊！面呢？面上鬼无来做记，多灾多难多喜面。双阴主天把盾，三杂夜管家送人，管家送人莫言弃。三杂二，给缘分。再讲义父言家。才空山，不图有意害水以好。为娘心碎思难办。情爱分离，不负万法顿放下，一领奖。赞天门同心同心同。民俗民难改变，法顿功效传千年。送上姐妹莫留恋，在江顺义小香烟，在江顺义小香烟。哼！公公婆婆，我求你哋，也两姊妹是我嘅亲生姑娘，拜托你唔好丧志。哎哟，妹呀，妹呀，你讲嘅妹呀，我讲嘅妹呀。我妹嘅婆婆，我妹嘅婆婆嘅婆婆，我婆婆嘅婆婆嘅婆。
讲来讲去，全部都法顿咩？哎呦，错啦！你啊，就是缘西妹人嘅宿命。婆婆，我迄日嘅心求咸用搁再讲，也有青岛人孝太清神石入心，石到像命样的。石到像命样的，有用的啊！倒跳来，喊我变成骗人家的媳妇啊！公公，也迄日嘅孙你就唔会唔判得去么？唔判得嘛个啊！连师太就按用做。难道你就冇判对啊？好嘞，你就唔好再让你阿公公报罪。你啊，迄几百年来嘅奉孝，婆婆，奉孝系做得改变嘅，我求你咧。我已经答应自家老公家天光人就来咱生人的，从今以后啊，判切法来。神人的孝业叫，你为人判得送你。应该我等下来对唐山转来，早早结婚。结婚嘛个啊！你不卡爱做主，我已经给你300年的时间，梦想判，你唔好啰啰嗦嗦啊！就系最后一年嘞，就本记得奉上判。人讲啊，母子哥哥的，亲亲团圆。来呀！神良心母，你后相亲又平好，卡斯传你大牛快，他你冲啊风，梦啊空。
原来你爱是双生姊妹，情深阿妹用心良苦，恩姊妹分别带定一片嘅意范，也个定无穷样嘅人生法顿思心桥，风风雨雨，一步一脚印，老妹同伴深情坚强，你信用办高见，爱本港家属有，在城山嘅农村，总太神年。是规模含360年，一年是你是神，而你操劳你是西点做。你对我好生难做，请才讲讲听听。真正操劳是出卖老蛮夫，别下嘅兄妹未来嘅夫妻。出卖是法顿面后有鬼母做基，蛮夫勇敢托基。放假无钱无势，怎么可能安用嘅法顿？行公啊！不客户还会派假，你又没蛮夫，又没骗你啊！还不了讲假话。
怎么？阿哥，阿哥，当然为到爱公家按草咯。阿爸阿妹还是对你唔好，阿公爱实在是唔盼得他。阿哥，兄弟讲得好，千心也爱牵一片，拥有之恩太高天。阿爸阿妹愿意收留爱做养母。